路加福音第5章，有一遍，耶稣徛伫革尼撒勒湖边，有一群人快活去，要听上帝的话。伊看到2只船停伫湖边，掠鱼的离开船伫洗网，其中一只是西门的。耶稣上迄只船，叫伊搁小可离开岸，然后坐落去，对船顶驾驶众人。耶稣讲煞，对西门讲：甲船过去较深的所在，趴网落去掠鱼。西门应讲：老师，阮拼规暝掠拢无，毋过你就伫讲啊，我就来落网。因一个放落去，网着真侪鱼，网煞用要破去。因下手叫别只船的同伴来斗骹手，因就来将鱼堆伫2只船，堆到满满，煞强要沉落去。西门彼得一个看到，就跪落去耶稣的脚前，讲：主啊，请离开我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西门甲伊的同伴因为掠到遐侪鱼，真着惊。西门的同伴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嘛真着惊。耶稣甲西门讲：毋免惊，对打以后，你会亲像掠鱼的，安尼得着人。因拖船划岸了后，将一切放下，去缀耶稣。有一遍，耶稣伫一个城，伫遐有一个人，规身躯染着麻风。伊看到耶稣，就扑落去，祈求讲：主啊，你若肯，有会当互我亲去？耶稣伸手甲伊摸，讲：我肯，互你清去。伊的麻风随时无去。耶稣命令伊讲：毋通甲人讲，着去互祭司验，佮照摩西的规定，为着你有得着清气献祭物，通对众人证明。耶稣的名声哪传哪扩，规大群人聚集来要听道理，佮求伊互因的病得到医好。毋过耶稣退去偏僻的所在祈祷。有一日，耶稣在教世人的时，有法利赛派的人甲律法教师伫遐在坐。因是对加利利、甲犹太各乡社，以及耶路撒冷来的。主的权能甲耶稣同在，予伊会当医好病人。迄时有人用床跟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，想要扛入去下伫耶稣的面前。毋过因为人真多，找无路通扛入去，就爬去厝顶，拆厝下，将迄个半身不遂的连床垒落去众人的中间，下伫耶稣的面前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讲：朋友啊，你的罪赦免啦。遐个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议论讲：这个在亵渎上帝的是啥人？上帝以外，什么人会当赦罪？耶稣知影因在质问什么，就对因讲：是安怎恁心内的质问，讲你的罪赦免啦，还是讲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？不过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我甲你讲，起来，举你的床，转去恁兜。迄个人随时伫众人的面前爬起来，举伊所倒的床，转去因兜。
哪行哪归根光互上帝。众人拢真着惊，归根光互上帝，心内充满敬畏，讲：阮今日有看到奇妙的代志。这个代志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到一个冒失，名叫做利未，坐伫世关，就对伊讲：来缀我。利未就放下一切，起来缀伊。利未伫因兜为了耶稣办大宴席，有一大阵卯岁，甲其他的人，甲因做伙坐倒食饭。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，甲属因的经学教师，对耶稣的门徒埋怨讲：是安怎恁甲某蛇以及罪人做伙啉食？耶稣应讲：健康的无需要医生，破病的才有需要。我毋是来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来悔改。后来因对耶稣讲：约翰的门徒常常禁食祈祷，法利赛派的门徒嘛是安尼。毋过你的门徒也食也啉。耶稣对因讲：新郎要甲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，恁减袂互人客禁食，日子得要到。新郎袂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伫遐的日子，因就会禁食。耶稣佫用一个譬喻，甲因讲：无人拆新衫来补旧衫，若安尼做，毋若新衫袂拆破，拆起来迄块新布甲旧衫嘛袂合。嘛无人用新酒入伫旧皮袋，伊若安尼做，新酒会甲旧皮袋逼破，酒流出来，皮袋嘛破去，新酒就入伫新皮袋。无人啉旧酒了后爱啉新酒，人拢会讲，要是旧酒较好。